11月15號今日對我哋 YHB Shop 嚟講，絕對係一個意義重大同值得紀念嘅日子。大家睇下現場，真係人山人海，見翻咁多老友記特登抽出時間過嚟支持，嗰份熱情真係令我哋好感動。今日我哋唔單止係要慶祝 YHB Shop 週年致慶，更重要嘅係要一齊同我哋最敬愛嘅文醫師慶祝生日。全場氣氛熱鬧，真係好似一個大家庭聚會咁熱鬧。佢有乜好處呢？3個字：彈、滑、涼。喺猶他州裏邊嘅冰川裏邊嘅礦物元素，解酒之王，因為佢哋個人試過啦。5個細獎就係俾呢個咩先？礦物元素，跟住就係酵素，跟住最後天師肽。3上6號。咁樣我睇到嗰個分別咧，就係我食咗30年保健品，同冇食係真係好大分別。最適當嘅時候咧，我哋要保養。咁我覺得呢個觀念咧係好重要。身體內裏邊好咗咧，喺前邊咧都會有啲顯露出嚟嘅，譬如我啲頭髮啊、我皮膚啊。咁呢一張咧就我4月3號第一次上中醫館嘅相。當日開始咧，我就第一次開始飲三寶。結果咧好快喎，3個禮拜之後，4月24號。成個樣已經變晒，隻手滑翻晒。講咗完之後咧，我食咗佢嘅三寶之後，得到好大改善。點樣咧？個面嗰啲斑都1個月後都甩埋啦。咁肩胛咧個面色係好好多。俾你睇都未睇到，我有一樣係中個風係中到中風嘅人。今年咧遇到文醫師呢個專屬配方三寶，咁而我咧可以分享嘅就係我頭10日咧，我已經係有效果噶啦。最開心嘅就係、我面上嘅斑係淺咗70% 都有啊！多謝大家發自內心嘅分享。文醫師一直以嚟默默付出，用醫者仁心去照顧每一位朋友。活動圓滿結束，多謝每一位出席嘅朋友。YHB Shop 會繼續同大家並肩同行，守護大家嘅健康。我哋下年再見。